佢話好多人旅拍嘅，一個都冇啊，阿哥。嚟到西安啊，見到我着住秦朝軍服就知道跟住我實冇死啦。等我話你知點樣參觀秦始皇兵馬俑。時隔2000年，我終於有機會翻嚟探班兄弟啦。第一件事當然係俾人打卡啦。超，淨係你哋識打咩？我夠識啦。嗨，哇！呢個後人整嘅雕像又幾好睇喎。唔講咁多，入去先。嚟到1號坑，哇！真係好震撼啊！呢度係1974年由當地農民打井嘅時候意外發現，總面積大約有14260平方米，係3個坑之中最大嘅一個，已經發掘出超過6000件嘅兵馬俑同埋戰車。諗翻起當年同班師兄弟喺度打拼，真係有啲感觸。根據後人嘅指示，行咗3號坑先。呢度係3個坑入面面積最細，但係功能最核心嘅，被視為指揮中心。最後嚟到2號坑啦，呢度面積大約6000平方米，係咁多個坑入邊內容最豐富、兵種最齊全嘅，編制亦都最複雜嘅軍陣。睇晒3個坑之後，記得入埋問乜陳列廳。兵馬俑出土嘅時候，原本係帶有鮮豔嘅彩繪，接觸空氣之後幾分鐘內就會氧化脫落，變成土黃色，所以保養嘅工作一啲都唔容易。所以話你哋班後人一定要嚟親身睇下我同班兄弟嘅傑作。睇完，我好期待除衫嗰一刻，有啲熱咯，同埋有啲行動不便咯，想去洗手間咯，但係又冇得去咯。拜拜。任務完成，同牡丹樓叔叔合照先。食玩假期嘅行程係咪好吸引呢？快啲嚟報名啦！